有一个住伫高雄来自希腊的外国人伫网络铺文讲伊惊伫路面有车冲过过路线，无让伊先行伊嘛甲伊迄张影片提供予警方要来检举。也毋过警察说讲伊无出现伫影片内底，所以无法度来处罚，或者希腊的民众是真不满。伫三丰中街附近的人行道，民众准备过马路，雄一台车为头前转弯无礼让。翕影片的民众是住伫高雄的外国人，当时车辆伫伊行伫兴川桥的时阵撞出来，互伊就要停伫路中，嘛互踹一条。毋过提供影片检举的时阵，所予警方回复无法度受理，因为影片当中无翕到行人。The email they told me that they cannot see a pedestrian in the video. Think it's credible enough. They don't think it's credible enough to proceed to the person being fined. 这位外国民众讲，检举案件搁咧处理当中，毋过已经先收到批，甲伊讲无法度开发。标记违规的时间，且无前段行人步入、行人穿越道的部分，以至于尚难佐证。警方回应，因为影片收过底，无标记到违规的时间，嘛无行人入去行穿线，无法度当作证据。OK， 这个车子也有 GPS， 它的消防有 GPS， 你可以看时间上可以调查出来，应该说这个是在这个时候，他人在这个，所以这是应该是他拍的，就是当一个证据嘛。如果你不同样路径的话，你只有一个不在这里，一个在这里，他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个人他有违规啊。多数民众对着检举车辆无礼让，就爱翕到行人这件代志看法无同款。警方只是强调，相关事件若要收集证据，应该清楚翕到车牌号码，而且爱连续翕。影片嘛爱显示日期时间，行人甲车辆嘛应该共同翕到，才会当清楚来判断。公司新闻王刘婷、陈hen坤报道。